為我成日都話，如果我去做都有效果嘅話，咁呢個 centre 真係發達啦。連我呢個咁平咁冇肉地嘅人去到做完之後都有即時嘅提升，同埋可以線條靚咗嘅話，咁你哋去做嘅效果一定更加好。我今次去嘅呢就係 Slim Body 嘅 Lanous Chest Up 嘅豐乳療程，走安全自然嘅路線，係唔開刀唔打針嘅。佢嘅 concept 咧就係美譽成保健，原理咧就係用一個熱點擴散嘅科技，幫你清除一啲胸部嘅廢物，促進一啲乳腺細胞嘅發育，由深層去修復翻胸部嘅線條，去打造一個豐滿嘅胸型。首先去到旗艦店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幫客人做一個360度嘅美胸評估。佢哋呢個檢測咧係可以深入皮膚20mm，精準咁樣偵測乳房狀況，乳房健唔健康咧，同埋有冇異常都可以即刻知道。最緊要就係呢啲私密嘅 treatment 全部都係由女治療師做，呢一度嘅治療師都係經過獨家嚴格嘅內部 QCSM 監管訓練，可以將平時走咗嘅脂肪啊，由腋下同埋副乳位推返入個胸度，做出一個自然立體嘅 3D 胸型，唔會覺得好假，同埋一啲都唔會硬。而家哇，我 feel 到上胸呢個位係脹咗，頭先呢度係鬆泡泡同埋係冇肉嘅，都好推介大家去 Slim Body 呢一度做 Chest Up 豐乳療程，因為呢間公司咧佢口碑不嬲都好好嘅，除咗係大公司分店遍佈港九新界之外，佢哋嘅價錢都好公開透明同埋收費合理嘅。喺呢個時候用我嘅專屬 promo code 去登記嘅話，仲有額外嘅優惠。如果大家想知詳情咧，就去 info box 睇下啦。